日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有导书刊伫《华尔街日报》，伊是提出保卫和平的四大条，强调伊的一妻两怀现状。也若目前民调排第二的郭本哲，伊强调讲，民调就亲像股票共款会起起落落。伊讲伊即马需要募款，所以按算办演唱会，一张票要卖8800，希望支持者来买，替伊装钱。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最近接见外宾，祭拜强调的祝福科学和平稳定。赖清德初五更加投资《华尔街日报》，讲到家己保卫台海和平的计划，讲蒋水总统的这篇保卫和平的四大基条。主要提升台湾的核武力，再来是经济安全加建立民主伙伴的关系。第四点是稳定而且有原则的两化领导力，也搁在讲到的捍卫两化现状，并且无排除伫基于互利尊严这条件之下，甲对华来展开对话。那台湾作为面对中国直接威胁的国家，那我们也会极力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。赖清德争取国际支持，过来是要布局困难的选区，顶调宜兰县东部主委陈俊武接替陈后票参选立委，贵人是顶调市议员陈文婷，连港受理本国际挑战，花莲是提名议会党团总调集张美惠。在这里跟马祖的父老乡亲很恳切的介绍李问，这个年轻人值得你们疼惜。赖清德最近伫最份民调领先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位居第二，不过行团媒最新民调，敢若差赖清德0.1%，是相当的接近。民调跟股票一样哦，每天高高低低的，都还是一样，把公司治理做好，你知道吗？郭文哲积极争取少年人的支持，更加出奇招，7月29要伫台北举办头一场卖票演唱会，实体门票一张8800块，甲韩团 BLACKPINK 相关嘅相款，渴望引起支持者来抢买。你的那个售票8800块跟韩团一样贵啊！哇，有点其实那个是募款。民众党一直出招，也宣布第二波区域立委名单，顶调现任立委区成员参选新北市中和选区，立委罗香玲参选桃园第5选区，另外立委吴欣莹即阵也未确定要选倒一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